同樣係石油氣的士，點解個個揀呢隻牌子唔揀嗰隻呢？基本上佢個 model 喺日本行嘅 model 咧，同香港一樣嘅。7年之後咧，佢就要唔可以再喺路面行噶啦。咁變相咧就會有好多廉價嘅零件，同埋全部基本上係用得嘅零件咧，可以用到。因為營業車嘅關係咧，日日都要係運作，好多時會要係保養啊、維修啊，牽涉到啲零件嘅問題啦。咁所以咧就係話，如果大家都係用同一個嘅產品，咁起碼喺嗰個嘅數量入邊、需求上面咧，就有咁上下規模。你走去車行去維修嘅話咧，因為啲車見慣見熟啊，零件亦都係齊全嘅話咧，咁嗰個成本亦都會係平啲。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再有新嘅投資者想買架新嘅車作為的士嘅話咧，咁樣咧就會係買翻同一類型嘅車，即係所謂嘅從眾嘅效應啊。咁如果英文嚟講叫 bandwagon effect 啦。bandwagon 係咩意思咧？就係譬如話你喺巡遊入邊咧，就通常有架車，架花車上邊咧就有隊 band 咧奏音樂。咁而啲群眾就會跟住架車咧玩啊咁樣嘅。通常係嚟講，嗰個產品本身咧要求嗰個嘅投入要係好高嘅。譬如話個生產成本開始要好高，設廠嘅成本要好高，每一個嘅產品開頭生產出嚟嗰個嘅費用係好昂貴，個賣價亦都唔便宜嘅。咁嗰個嘅從眾效應咧，嗰個嘅出現嘅機會就會越大。咦？從眾咪即係變咗壟斷，消費者咪冇着數？咁係咪壟斷呢？如果經濟學上面入邊嚟講咧，係一個壟斷。咁但係要了解嗰個壟斷出現嗰個嘅原因，因為係多人使用而成本效益增加，嗰個生產嗰個嘅平均成本係下降，達至到一個規模經濟嘅話呢，嗰個嘅營運成本相對嚟講係平嘅話呢，反而係嗰個嘅消費者所俾出嚟嗰個嘅費用呢，就可能呢就會係因而減輕。所以呢，就係話唔一定係一件嘅壞事。